大家好，我係梁偉珊，我未來會讀 CUHK 嘅 Sociology。咁我本身係一個比較鍾意玩啊、好動啊、比較 raw 嘅人嚟嘅。咁我就會希望我嘅書院生活係比較多姿多彩啦，例如我可以參加好多嘅書院活動啦，去貢獻自己嘅力量，同埋去識多啲書院裏面唔同嘅學生啦，一齊玩啊，一齊上莊啊咁樣。咁我對於大學嘅目標就係我好着重海外交流嘅機會，咁我希望可以去到唔同地方去認識多啲人，去拓展多啲人脈，咁對於我未來嘅就業方向都好有幫助嘅，亦都係我都係好着重 internship 嘅機會啦，咁所以希望喺大學除咗讀書之外，我仲有多啲參加實習嘅機會，咁可以拓展到我嘅眼界。咁我本身除咗讀書，我亦都係比較鍾意捉棋啊，做下運動，例如打下乒乓波、羽毛球咁樣，我都係比較鍾意呢啲運動嘅。咁希望書院可以考慮我，唔該晒。